再来看，有媒体指出讲，有人透露讲，那内阁总时，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、有行政院的副院长陈立军、国防部长顾立雄、外交部长林佳龙，拢是后一届行政院长热门的人选。 在必要的时候，对重要的人士来做应该有的处理。国会会好亲像透露，内阁已经要改组，这治疗大会罢免案全部公布了后，执政团队个行会对比关税谈判甲救灾表现受质疑，尤其经济部长郭志辉几啊摆互那亚点名落台，结果到现场才多讲说，郭志辉个加入目标。伦敦半岛谢永鼎他们做了民调，同意延役的有75%。 你把敦义牧林会拿掉，你看他要不要同意？这会后运动院长周春美发文，部长领掉了，强调恒春半岛居民甲学生抢共存，成全不是特权甲好处。你认为这个是失言吗？问卷调查的时候，把因变数拿出来，然后再做一次调查，这个会叫失言。 那经济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正做比锁定的目标，最近佫因为发声讲要透过办联谊解决小组化，互人批评捕唔到重点。处长林正奇到三港讲话认为建立优先职场，增加新队友，才能创造较悬的生育机会。不过，伊本人进前因为响应罢免，也互人质疑行政无中立。 在工作之外，我们都是公民。那我们跟公民团体之间互相都有鼓励，在情绪上做一些支援的动作，我想这是必要的。被点名改做部会首长是新队友，也是敌队友。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吴思瑶透露，需要更加接地气的执政团队。哪些阁员适任或不适任？我想我也不需要一一点名哈。政策的沟通，哪些政策的阐述，那都应当再加强，都应当更能够第一线的掌握民意。我觉得民调好像那个院长他的满意度其实不高。 尤其在罢免的时候，其实他一直用预算的议题在操弄，那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。我还是比较希望说，能够换一个政治性不要那么强的。在野党呼吁连换国会拢该特别考虑，佮外讲被点名留校查看部分雇员，823进前恐惊陪爱朋友案，记者综合报道。